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8月25号。这一期啊，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轾、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啊。今天啊，这个胡适啊，可以说是气势如虹啊，大盘指数呈现高开高走走势。如果如这个上一周啊，最后几个交易日连在一起，感觉这个指数啊是处于加速状态啊，要一步跨越4000点啊。今天深圳指数上涨1.5%，就是在这个高位啊，还呈现一种加速，收盘收在3883点，创业板指数上涨3%啊！今天是创业板指数啊领涨，关键啊是今天的成交量突破3万亿，3.14万亿，这个比上个交易日啊量放大了6000亿。但是就是在这么个情况下啊，上涨个股3351只，下跌个股1900只，这不是一个普涨的格局，就是量啊放到一个历史天量，这个3万亿好像是历史上排第2，对吧？而且涨了1.5%，但是依然有1900只股票下跌，这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告诉大家啊，金融消费者不容易啊，还有很多消费者是看着指数涨了1.5%，但是自己的股票在缩水，账户在缩水，而且大盘的资金啊流出是700亿。实际上今天啊，这个港股也是涨的，而且也涨得不错。再联系到啊，这个美股啊涨得也不错，跟那个鲍威尔啊发表那个什么鸽派言论呢，也就是说9月份可能要降息啊，受这个刺激啊，跟这个有点关系。但是胡适啊，他有胡适自己内在的逻辑啊，那个美联储要降息的话，那只是叫拱火浇油。说实话啊，现在虽然啊有什么存款搬家啊，有什么牛市来了，但是据我的观察啊，好像这一轮牛市跟散户没关系，散户似乎是按兵不动啊。好不容易的养好的一些韭菜苗啊，应该在去年国庆节期间啊，就10月8号一举歼灭。这短短的1年里面啊，那新韭菜根本就没有得到成长，早着呢已经一网打尽了。所以说目前是看不到散户加仓的行为，这个资金推动的这么一个局面啊，应该是再加上那个存款搬家，应该是高净值人群或者是群体，他的资金啊通过一些机构，对吧，通过私募怎么七绕八绕的进了股市，而这些机构啊就像过去一样，他们抱团那个茅台，过去是抱团茅台啊，现在他们抱团的是一些强势股，你比如说那个银行股啊、券商股，还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高科技概念。以那个寒武纪为例啊，对吧？就在我记得去年吧，寒武纪到800、900的时候，就是冲那个高点的时候，依然有很多机构在加仓买寒武纪，配置寒武纪。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认为啊，这些机构啊纯粹是去接盘的。但你现在看，它已经到了1300了，而且啊，高盛将寒武纪目标上调50%，反正有人说寒武纪要到2000，还有3000的，这个市盈率已经变成市梦率啊。所以基于这些现象啊，我在周末会员节目里面已经说了这些变化啊。虽然它是沙滩上建高楼，但是啊，这一轮资金推动的这个过程，对吧？它要建4000点，这肯定是非常大的概率。至于建了4000点之后怎么走，这谁也不知道。这个是资金推动的，而且我要提醒一下，这种走势啊，未必是监管所乐见的。财联社8月25日电，截至8月22日，上交所融资余额10844亿元，较前一日交易日增加59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10484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增加25亿元。两市合计啊，较前一交易日增加83亿元。这个最近这1个月啊，这个胡适涨的啊，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到什么程度呢？到了连证券专家刘继鹏现在看着的心惊胆战啊，高处不胜寒。刘继鹏不是有这个4000点这个说法吗？4000点他认为是合理的，胡适要先拉到4000点。这个咱们的节目一直介绍过啊，这就是刘继鹏的他的观点啊，只有4000点啊才能配得上咱们胡适。结果啊，这4000点还没到呢。刘继鹏老师已经开始慌了啊，呼吁这个胡适啊走慢一点，要稳扎稳打，最好啊往下调一调，这么涨要出事啊。咱们看看刘继鹏老师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啊。今天我们的心情确实比较复杂，既高兴又有忧虑。下周一我们的股市应该往何处走呢？我想能够回调一些是最理想。这里边我也想起来，上周我在广州的一次讲座，我谈到了这个话题。我始终是说4000点是基本点，我也不敢说5000点，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所以人家给我起外号叫刘4000啊，因为4000点我们的市盈率才多少？只有20、30倍。但是这里边也得回答一个问题，股市是不是一定要经济好，基本面好它才能上涨？这就出现悖论。有人做过统计，就是经济特好的时候股市往往起不来，
当然这里边它不是一个必然因素，是你的整个策划，国家对资本金融的重视。但是至少不能否认今天的股市慢牛的到来。我们以美国为例，大家知道美国的股市现在创了历史新高，但是美国的这个金融危机是从2008年开始的，那整整17、18年的时间啊。而美国的股市呢，从08年的14000点，危机以后跌到了6000多点，以后就一路上扬到了45000多点。所以美国的证券化率呢，我们知道它是64万亿的股票市值，比上29万亿的 GDP 值，它的证券化率达到了 2.2。就以咱们这个周五为例，我们的股票涨了55点，上涨是 1.45%。而美国呢，对于鲍威尔的讲话，9月份降息已成必然，涨了846点，上涨率是 1.89%。所以中美两国的股市全都创了近年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股市和经济基本面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尽管上涨要有依据，但是股市的上涨和经济的上行是背离的。所以这一点我也请大家关注到，就是股市它可能会在这种背离的时候起到发动机的作用，因为它保持了社会稳定，而且向企业直接融资注资了，反过来又带动了经济上行。当然我今天确实也是怀着这样一种又高兴又担心的心情来做这个节目的，因为下周一我们的股市是涨还是跌呢？我认为如果往下微调是最好，当然它没有扭转根本的走势，因为毕竟我看了3组数字，一个现在我们的融资额，就是券商给我们的股民的融资额已经过了2万多亿了。再一个就是最近大家谈到的储蓄搬家，我们将本150-60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当中，已经有将近3-4万亿现在降低了。那么这里边哪怕只有一半，也是2万多亿也跑到股市里来。当然第三个2万亿就是我们现在的每日的成交量基本上都超过了2万亿，甚至在25000亿以上。我真诚的希望我们的监管部门密切关注股市的融资额，因为2015年我们就是因为融资额暴涨暴跌的，而且在刹车的时候也要比较市场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谈，我们不能发展太快，一些必要的回调是正常的。甚至我也认为周一如果我们的股市能够下调一点，可能是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指数这个上涨啊，也不是刘继鹏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涨法。这个我在会员节目里也说过了啊，这个指数牛是必然是疯牛，疯牛你不知道它什么地方加上而止，就是击鼓传花。你看，连刘继鹏老师都担心了，已经，对吧？他是信誓旦旦要到4000点的，4000点呢，只是对吧，跟咱们股市啊相称。而且刘继鹏老师很委婉的说，对吧？现在经济不好，对这个也不避讳。那么经济不好，是不是预示股市就不好呢？他认为不一定，对吧？经济不好，反而股市有可能启动。这个观点咱先不去讨论啊，至少说明他说现在经济形势不好，所以这个指数上涨，连刘继鹏老师都大感意外。也就是说啊，监管呢恐怕开始睡不着觉了啊。股市啊，在3000点来回震荡，出不了市，大不了 IPO 停了，融不了资。但是啊，你把它推到4000点、4500点，让它冲上自由落体砸下来，那是要出事的。也就是这个出事的概率非常大，就给社会增加动荡。有很多人呢，在最近关注的就是寒武纪龙头嘛，这个寒武纪啊。上个周五市值突破5000亿，创历史新高。结果上交所啊突然披露，公司第5大股东南京招银、第6大股东湖北招银通过大宗交易清仓式减持，合计套现41亿元。它是利用大宗交易啊，选择在这个寒武纪最热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流动性最好的时候，立马清仓啊！这第5大股东、第6大股东清仓。也就是涨的啊，把大股东都吓跑了。大股东说：“你们喜欢给你吧。”
而接盘的多是听闻芯片国产替代故事，对吧？进来的这些投资者，这个不能不警惕啊，因为这些机构人家趁机跑了。还有人说啊，这个寒武纪这一暴涨啊，有个叫牛散詹建平，但是这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他持有寒武纪600多万股，就这个牛散詹建平啊，所以周五那一天他就赚了12个亿，就那一天他赚12个亿。我看网上好多文章开始吹他，就像当年吹那个林园一样，哎，又一个巴菲特诞生了。实际上这叫什么？幸存者偏差，而且都只挑好的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还记得乐视网吧？就是贾会计那个，当年在创业板那绝对是标杆啊，也是科技股的标杆。当年啊，在创业板那故事啊，那个影响力不比这个什么国产芯片替代啊，不比寒武纪差呀，热度更热啊，对吧？创业板第一股啊，现在的寒武纪啊，像极了暴雷之前的这个乐视网，很多人不爱听了。这个牛散詹建平啊，他持有乐视网将近2500万股，2500万股啊，持有到什么时候呢？持有到乐视网已经退市了，他还有，也就是他想减也减不掉啊。他这个2500万股是怎么来的呢？是2016年啊，这个乐视网定向增发的时候，这个牛散詹建平耗资11个亿，以每股45元认购2500万股，就将近啊2500万股，现在已经成了詹建平的这个纪念股了，他一直都没减持。这个乐视网早就退市了，这投资就打了水漂。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老看着别人吃肉，没见过别人挨打。当然了，这些人也是的，他只讲自己风光的一面，对吧？吃肉的一面，挨打的一面他就不说了。就像那个林园，21世纪财经报道啊，有一家奇葩公司啊，也是上市公司啊，叫江苏国泰。这家公司奇葩在什么地方呢？他最近公告啊，要用138亿元炒股理财。8月22日晚，江苏国泰公告称，拟使用不超过120亿元委托理财，不超过18.3亿元进行证券投资，二者合计超过138亿元。这个上市公司这么有钱呢、这是他的现金啊，不是他借的钱啊，自有资金。这个江苏国泰它市值多少呢？总市值只有124亿元。也就是这家公司到底干什么的？就是胡适有大量这样的公司啊，圈了钱，它主营业务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干啥不成。好就好在什么呢？好就好在它圈的钱还好没浪费，一直放在那儿。那你这个江苏国泰到底是定位在哪个行业呢？算金融行业还是你主营业务到底是什么，对吧？你有138亿，你要么就给股东分红，对吧？分给股东，那些买你股票的人，给人家一天甜头尝一尝；要么你就回购股票，对吧？你一回购股票，那个它股价也会涨嘛。你自己市值往上涨一涨，他把大量的钱放在手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钱他的自己掌握，如果这个钱分红分掉了，或者是回购股票掉了，他的主营业务没有收入，那他以后干啥呢？一个不缺钱的公司啊，也没有业务，那你要到胡适干什么呢？最后我们再看看胡一进老师啊，这胡一进老师最近有点飘啊，但是我看他这2天啊，好像这个有所收敛，在他连续啊发了好几条评论攻击这个乌克兰啊，也是什么乌克兰的反抗俄罗斯的这个侵略啊，不能跟中国的这个抗日战争相提并论啊，这个都是对中国的侮辱。然后又发评论说泽连斯基一会儿说他是个英雄啊，一会儿又说他是个蠢材，对吧？让这个乌克兰卷入战火等等，我也做了评论啊。总体上看，就是主要是胡适这几天涨得太厉害，胡一进老师有点飘了，人性基本上没有了，找不着方向了，为俄罗斯的侵略啊美化，极力污蔑诋毁乌克兰人民的反抗事业。我为什么说胡一进老师他受到了警告呢？他现在恐怕是在闭门思过，在反省。因为你看啊，昨天1号啊，给乌克兰发去了贺电，祝贺乌克兰这个独立日。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信号啊，至少在明面上，对吧？这个大国是处在一个中立位置。就官方啊，给这个乌克兰发去贺电，实际上就是承认乌克兰主权完整、领土完整，对吧？乌克兰是个独立的国家。胡一进老师估计惊出了一身冷汗，对吧？差点盘掉出市了，牙都割掉了。所以这2天啊，我看胡一进老师就发了一个关于中国中铁一个公告的一个评论，或许啊是胡一进老师反省了，也就是说这个后脊背发凉啊，就是盘差点掉出市了啊，这个自选动作做的差一点失手，所以他在这个中国中铁这个雕这个盘的时候啊，也是内心充满了矛盾，小心翼翼啊。胡一进老师说啊，他说中国中铁24日发公告，对22日奸诈黄河特大桥事故作出回应。一些人批评中铁的公告对12人遇难、4人失联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表现出冷漠。说实话，老胡个人也对中铁的公告有意见。这个黄河特大桥事故
就是在青海那个奸闸黄河大桥啊，这大家都知道了吧？施工过程中啊，夜里啊，那吊索居然断了，这太吓人！12个人遇难，还4个人失联，吊索断了啊，整个作业面，对吧？这整个那上面的人，那整个就掉到黄河里面去。这个，然后中国中铁啊，昨天发了一个公告，网友看了之后觉得很冷血，就对这个公告啊提出批评。胡鑫老师开始洗地，我看了一下胡鑫老师这个评论，还挺长的啊。总之啊，他一边似乎拿这个小棍子抽这个中国中铁几下，也装作义愤填膺啊。抽完之后，一发现中国中铁那是央企啊，那级别比胡鑫老师环球时报总编这个要高啊，这得罪不起啊，所以一边啊要赶紧抹上蜂蜜，帮着原厂解释，生怕把这个央企啊大佬得罪了。老胡一面啊假意的批评，直言公告说官僚主义味道，对遇难者家属共情写得太弱，尤其是公告的最后一句啊，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显得不合时宜，对吧？大家现在都是处在哀痛之中，结果你说这个没有造成经济损失，或者对公司的损失很小，显得没有人性。胡鑫老师啊这个评论啊看起来很犀利，感觉他好像是站在这个批评者一边啊，也是痛斥企业冷血无情，桥塌人亡，12死4个失联，却先忙着汇报应急启动预案和赶赴现场。感觉啊，他和网友的这个呼应啊是一样的，但是啊，转眼胡鑫老师马上就换了一副脸，也就是他既要和稀泥嘛，他既要安抚一下这个网友这个情绪，但是又不能把这个国企大佬给得罪了，对不对？回头又得安抚一下这个中国中铁，替他打圆场。胡鑫老师说啊，我不认为中国中铁会对这么大的事故能冷漠，人性的基本善良和承担责任的压力都不会允许冷漠。可以说胡鑫老师复杂的心情啊，这个雕盘呢难呢，这是高难度的盘。胡鑫老师啊，帮这个中国中铁解释啊，说啊，中铁是上市公司，必须按规定发公告，帮投资者稳盘子，不然周一股票跌一大截，很多无辜股民蒙受损失。给人感觉好像是企业没错啊，是这个上市公司相关规定，对吧？这个证监会或者是资本市场的相关规定啊，在逼良为娼，也就是中国中铁是被逼写出这样的这个冷漠的公告，因为他有他的规范，对吧？这他符合上市公司规范等等。这个胡鑫老师好歹是个文科生啊，咬文嚼字的，也就是格式形式可以是冷冰冰的死的，但是你的文字啊，那是有温度的。这跟对吧写这个公告和出这个公告的人是有很大关系的。网友的直觉没有错，就是企业冷漠。如果企业真的是发自肺腑的啊，感受到了这种痛苦、这种歉意，对吧？造成10几个人的伤亡，还4个人没找到，这么特大事故，你的情绪啊，在这个文字里面是有表现的。所以胡鑫老师雕盘啊，和稀泥，既要迎合公众的愤怒，对吧？承认公告没有做到统筹力，让大舆论场感受到充分共情，又得维护体制脸面，强调不会造成重大影响。说什么上市公司遇到事情的公告通常都会这么写。胡鑫老师啊，来了一句老胡个人也对中铁的公告有意见，一下拉近了跟网友的距离，显得跟中国中铁不是一波的，自己不是官方的传声筒。但是胡鑫老师这个把戏啊，早就被网友看穿，对吧？总是玩这种左右逢源呐，叼着盘子两头讨好。我认为啊，这个胡鑫老师有失水准，是因为他被吓到了，现在还在心有余悸啊，胆战心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